凌晨5:15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窮爸爸 Leo。大家有冇發現細個嘅時候，好似識好多朋友，返學有同學，放學之後有鄰居有街坊，就連打機，網上面都有好多熟悉嘅隊友，去到邊都總有一班人圍住一齊。但慢慢大個咗之後，你會發現身邊嘅人好似越嚟越少。有時睇返電話個 contact 或者 social media 個 friends list，明明有幾百人，但真正會約出嚟食飯傾偈嘅，遇到時會揾到對方嘅人，好似得返冇幾個。然後自然地，好多人都會開始問自己，係咪我有問題？係咪唔識做人啊？點解以前咁多朋友，而家剩返咁少？但係其實未必係你問題，好多時只係大家都變咗。如果你聽到呢度又中意我哋講嘅 topic， 俾個 like、subscribe， 感謝。首先最簡單嘅原因就係人本身就會變，而改變未必係壞事。有人以前好衝動，長大之後變得成熟；有人以前好內向，後來會變得主動。但同樣地，亦有人變得更加自私、更加固執，或者更加難相處。問題唔係改變嘅本身，而事實上，當人朝住唔同方向繼續成長嗰陣，大家自然會慢慢咁疏遠。以前大家因為同一班、同一間學校、同一份工，所以咁樣走埋一齊。但當人生方向唔同咗，共同話題少咗，關係都可能慢慢咁樣淡落嚟。二，年紀越嚟越大，性格就會越被放大，優點又係，缺點都係。細個嘅時候，大家都仲未真正認識自己，有好多優點定係缺點都好，都未必好明顯。但隨住年紀越嚟越大，一個人嘅習慣、價值觀、處事方式會越嚟越定位。本來細心嘅人可能會變得更加體貼，本來大方嘅人可能會變得更加願意付出。但係相反，本來控制欲強嘅人，可能大個咗之後會更加想控制。本來愛計較嘅人，而家會更加計較。當大家嘅性格特質被放大之後，有啲關係會變得更加舒服，但同時有啲關係就會開始出現摩擦。所以有時唔係突然之間合唔嚟，而係以前冇留意到嘅地方，而家變得越嚟越明顯。而呢啲嘢係雙向嘅。三，大家嘅責任多咗。細個約朋友好簡單，一句喂，今晚出嚟啦，咁就得噶啦。但大個咗之後，每個人身上都有自己嘅責任，返工、屋企人、另一半、仔女，甚至可能連自己嘅時間都唔夠用。有時唔係唔想見面，而係真係冇咗嗰種時間。以前可以成班人每星期見幾次，而家可能半年先見一次，甚至1年1次。其實嗰啲友情唔係消失咗，只係大家都好努力咁生活，或者好努力咁生存。四，大家睇事情嘅角度變咗。以前識朋友好簡單，啱玩夾得嚟，有共同興趣就得。但而家可能大家重視嘅嘢唔同咗。你會留意一個人點樣對其他人，點樣處理一啲承諾，點樣面對困難，甚至價值觀係唔係相近。以前覺得冇所謂嘅嘢，而家可能會變得固執。所以有啲朋友未必做錯咗啲乜嘢，只係大家對世界嘅睇法唔同咗。五，最後一點啦，喜好性格隨着時間都慢慢改變。以前一齊打機，一齊追劇，一齊去蒲，一齊去溝女。但慢慢咁，有人開始中意投資，有人中意行山，有人就好專心份工，有啲就專注家庭，睇住細路仔成長。興趣唔同咁，共同話題就自然少咗啦。有時你會覺得大家都變得陌生咗，其實唔係陌生，只係大家嘅人生進入咗唔同嘅階段。所以如果最近你都有呢個感覺，點解朋友越嚟越少？未必第一時間要怪自己，朋友數量減少未必代表你失敗，有時反而代表你更加了解自己，更加清楚咩人適合留喺你自己身邊。
人生其中一個課題就係不停認識更多新嘅人咯。喺改變之中，珍惜嗰一刻喺你身邊嘅人，因為到最後你會發現真正重要嘅嘢，從來唔係嗰一刻你有幾多朋友，而係你需要嘅時候有幾多個人仍然留喺你身邊。我係窮爸爸 Leo， 講多次啦，如果你中意我哋講嘅 topic， 記得 like、subscribe， 感謝。如果有意見或者有嘢想分享，喺下面 comment 留言俾我聽。今集係咁，下次朝早5點再同大家吹下水，拜拜。